那个丢球丢到圈圈里面的游戏，用骰子，然后粽子、球球来当做那个降落器，丢在那个火星上面。这个团康游戏叫做火星霸主。火星霸主的话，主要是要让小朋友扮演科学家的角色，会想要把探测器送上火星，考虑到说要怎么样让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上面。他们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降落方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比较安全、正确着陆在我们想要着陆的地点。它就是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体验过程中可以得知到的一个讯息。国小大概要4、5、6年级才会介绍一点点的天文。那在国中方面哦，它是在3年级哦，要国3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地球科学。那地球科学里面哦，它其实天文的课程的部分也不多，大概1/6到1/5这样而已。我们在导览的过程中，大概就是要讲别人听得懂的东西啊，就像说小朋友讲的程度不能太深，一般都是讲说这个年龄层他可以接受、可以听得懂的科学知识。好，大概展示馆导览这样。那我们在观测馆也有导览，那观测馆就是直接介绍望远镜的部分。然后呢，在礼拜6的时候呢，晚上我们有星空导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相当重视天文教育，为了让天文教育能够深入校园，所以我们南宁天文馆呢，在108年就完成了国小1到6年级适用的心动时刻天文系列课程。透过这一些教材跟教具的协助，我们的老师就可以引领学生一起探索宇宙的奇妙世界，感受星空之美。我们的南宁天文馆在大内区，它是南台湾最好的天文馆，一直以来都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天文教育来闻名。透过精彩的天文游戏、展区里面的体验活动，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地探究宇宙的奥妙。我们的天文馆不仅提供了天文的专业知识，也让孩子能够亲身体验各种星象的变化。透过精巧的教具、各种团康的游戏，让我们大小朋友呢享受与同伴共有的乐趣。所以，我们欢迎市民朋友有空就一定要到天文馆一游，让我们一起走入奇幻的天文世界。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2月5号礼拜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永康昆大路市地中华工程5号正式动土，市长黄伟哲强调，要提升永康蛋黄区的建设，改善老旧社区的问题。永康昆大路市地中华虽然只有4公顷外，不过对着永康未来发展却相当重要。特别当地交通利便、工商发展，所以真需要停车空间、排水改善等完整的规划。所以上午伫热烈的人狮助阵之下，正式举办动土典礼，包括市长吴伟霆等各界贵宾拢到场见证。骄傲是该工程的规划设计，嘛得到国家卓越建设有这种的肯定。请用第一枪，祈求拍地平安。有护。那借着市地重划，能够获得公共设施，第一个获得停车空间，第二个获得滞洪池，第三个又获得公园。市府并没有分土地回去哈，但最重要是把这个公共建设留在这边给造福当地人啊，那也让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住宅或是他们土地获得一个重新平整的机会，道路也更畅通，那公共设施更加完善。尤其最近我们一步一步的做这个污水下水道，能够让下水道工程能够往前推进。那这边如果时程上来得及的话，也可以把下水道拉过来，这样子的话，民众就不用再用挖这些化粪池，造成环境的脏乱。动土过后，工期大约1年半，预计114年5月完工。其他为台南第一段行政区的永康建设，搁再向前一步。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自从台积电宣布放弃进驻桃园以后，全台各县市拢来争取这个机会。立委郭国文邀请首任南科管理局长戴谦，做伙争取台积电1.4奈米设立南科。由立委郭国文服务处发起，争取台积电1.4奈米设立南科的座谈，会中邀请中央包括国科会、经济部、水利署、甲台电以及地方的经发、都发、甲地政等单位来座谈。会中立委郭国文表示，目前南科的周边 ABC 区的产业用地，如果会用的纳入科学园区，加上南科3期的扩建土地，真符合台积电1.4奈米的设厂空间，并且进一步了解六边的基地，对处国科会甲南科管理局回应，差不多要2档左右。目前呢，最重要的就是土地空间的一个问题那一个土地空间刚刚好，我们的 A.O 区就紧邻在台积电的隔壁那 A.O 区的部分，就我的手头上的资料，它在114年的时候就可以提供约略41公顷的土地。那在15年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在34公顷的土地。然后再加上南科3期115年，同样15年是39公顷的土地，所以加起来呢，大概就有122公顷的土地，都在周遭地区。都在台积电的周遭地区，都在那个范围，都在那个范围。但是就这些土地空间来说，虽然可以快速的在2-3年之内取得，没有所谓的征收的问题，那可以很清楚的提供一个土地空间。土地的一个生产要素是第一个要解决的，已经解决之后，但是在行政程序上，它必须说这个产业资源区是属于地方政府去开发的嘛。那是不是要进入那边？国科会有没有那边？那南科管理局现在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不止台南、高雄、屏东跟嘉义，是不是负荷得了？那是不是人力需要资源？国科会是不是要协助？等等，这都很具体的问题。可行性评估完做筹设计划，然后还有开计，就是开发计划，最后还要做环评。那因为这个是园区的设立，那边进来一定要做环评。我们南科3期也是有做环评。对。那这样3个程序加起来是要2年，对，这已经是最快的。对对对。中央他们绝对不反对在这个南科啦大南方继续发展。大家知影现在中央的政策大南方是安那？阿昌已经来嘉义。办公室已经成立了，咱迄个南科的办公室已经成立了，屏东的办公室嘛成立了，所以大南方、嘉义到这个屏东，拢叫做大南方。这大南方的中心在哪里？你看，咱的媒体好朋友，恁大家开始讲啊，就在南科嘛，南科伫倒？南科伫咱宪法安定新区嘛，对不？所以呢，大南方的核心就在台南。除了土地六边和整体园区的发展，由国科会来介入处理。预计南科3期的扩建，加 ABC 地区的土地，伫个民国115年取得。另外，伫个水甲电的部分，经济部官员嘛表示无问题。以目前台南的3大水库、再生水厂。佮加上海水淡化厂，预计民国117年完工，相信会用满足高科技产业制定的用水需求。加上南科3期，佮预留台电的变电所，立委表示地方拢准备好啊，只等待台积电的最后决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
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最后一个总部，12月10号正式设立南科。陈坤和表示，伊将争取6岁以下儿童由国家来抚养，嘛强调东港拢是在地人来收听。随着选举愈来愈近，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12月10号将伫南科成立最后一个竞选总部。陈坤和表示，伫南科伊上要义的，嘛是民众上关心的妇女、幼儿、青年福利以及高厝价等问题，伊拢将一一提出具体解方来督促政府，包括6岁以下儿童请养由国家负担。坤和啊，一定会争取咱的女性，咱的职业女性，因为生囝了后，爱入家庭相夫教子的时阵。囡仔若大，还是伊囡仔就幼稚园，伊想要来职业场所回归职业的时阵，政府爱负责，互伊找无头路倒转来。政府爱负责家斗3工，安尼咱的妇女就放心来生囝，照顾伊的囝儿啊。第3点，囡仔生开，啥物人要饲？当然是父母要饲啊，但是。啥物人要出钱？坤和一定主张6岁以下的囡仔由国家出养育费用。陈坤和强调，伊竞选总部成立无邀请全国性政治人物，拢是在地实实在在了解地方需求的意见领袖。所以记者会中，除了第3届甲董事的前议员柯友仁小听，包括生化务处理理事长陈顺良，担任南科竞选总部总会长的所有人，拢先徛台推荐在地出身的陈坤和来挑战民进党空降的郭国文。真希望讲咱坤和议员吼，如果若当选咱立法委员，会当甲南科咱这个附近遮吼，规个整理哦。讲互咱讲较白，就是讲互咱这老百姓哦，较好过生活的。有咧讲，咱遮实在伤过到热甲无法度，所以即次咱坤和立委有即个勇气咱徛出来，我就感觉讲，伊去咧找我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我这真有气魄，真知影这艰难的地区，伊敢徛出来选，非常的无简单。在地优先，在地优先，发展地方，发展地方，支持陈坤和，支持陈坤和。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将要召开第4届临时会，已经确定是在12月12号到21号召开，继续审议台南市真正审未了的预算。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4次临时会第1次听取委员会，伫召集人区里里议长的主持，包括委员、副议长林志等。议员蔡玉辉、李中琴、沈振东、李宗翰、甲李宗林等议员出席。李市府则是由副市长叶铁山、甲秘书长方进成带领相关的局处首长来列席。经过听取委员的讨论，会中通过这届第4次临时会，将伫个12月12到21来召开。议事日程的草案将提请大会来审议。而这届临时会主要接续审议113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甲附属单位的预算案。另外，因为中央机关伫个11月份也阁送了真侪具有时效的补助款案，而且经过市政会议的通过，因此市府伫个这届听取委员会嘛提出27件的电付款案，总金额5亿3000多万，全部提请大会来审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际博物馆协会 ICAM-ICR 2023台南年会，第一遍来到台南市举行。这届是以台南市美术馆为平台，拢总有13个国家参与，做伙关心博物馆甲区域发展，互台南甲世界交陪。伫悠扬的音乐社当中迎宾，有着百当历史传统的记号东家将团，载着记号的意义，为2023 ICAM-ICR 年会进行开场。这次第一摆刷到台南举行，台南市美术馆抱着办喜事的心情，欢迎来自世界13个国家的博物馆专家学者。表演节目充分显现了台南市多元样貌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庙宇，我们就是全国数量最多的庙宇，所以不管在庙宇的区域文化，还是本身美术馆所承载的这些文化的这个传播跟文化的振兴，我相信对台南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为期4天的年会当中，将发表53篇论文，以南美馆为平台，共同关心博物馆甲区域的发展，并以地方创新以及社区等议题进行交流。另外，也将安排参访嘉义、台南、高雄等南台湾的博物馆。We will hear the stories from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our colleagues how this process has contributed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creating the museum's image in this world. 请各位有机会在这4天的会议中以及参访中，能够细细品味这个城市，享受漫步在台南这个古都的这个感觉，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的底蕴。台南市美术馆表示，台湾目前区域新博物馆甲地方文化馆已经超过300多间，作为 ICAM-ICR 年会的主要举办平台，把握着这次难得的机会，除了要向世界展示台南的文化意象，同时串联台湾各地博物馆，让台湾的艺文场馆让国际看到。台南新闻创会采访报道。台南市嘉义动物嘉年华迈入第9档，今年以守护世界7大洲鸟类为主题，来自台南市26间学校的师生，使用回收材料来打扮游行，呼吁市民朋友做伙关心生态保育。再次到！由中林大学后山市小等26间学校共同主办。跟渔野动物嘉年华伫安平码头路的顶条，超过1000多人扮作台湾特色鸟类，有台湾乌猪、乌面老龟、信天乌，也有纽西兰奇异鸟康大喙鸟等等。今天是台湾地质，台湾地质是台湾的保育类特有种。那我们今天来发出声音，让台湾地质可以保存得更好。今天听说我是黑枕蓝翁，它叫黑枕蓝翁嘛，所以它是有蓝色的羽毛，体型非常的娇小，然后也行为也非常的神秘，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类。今年以守护世界7大洲鸟类为主题，师生使用环保媒材制造成鸟类造型道具，伫安平游行，向大家宣导保育生物的重要性，了解环境破坏对生物的影响。我想环境教育所有的生物的发展，在历年来受到国际越来越大的重视。那感谢长荣大学跟我们第9年的合作，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能够把环境、还有动物、还有我们未来的有序发展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安平，我们从台南这里出发，我们希望能够让台南也成为一个近邻永续的发展城市。现场也透过各些参观活动，让民众了解到无同的鸟类生物。台南市教育局希望透过嘉年华游行活动，让因仔发挥力量，呼吁社会大众重视鸟类保育行动，未来将持续推动生态教育，共同为保护环境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创会采访报道。2023台南国际美食论坛6号将伫台港文化中心登场，市府举办宣传记者会。邀请2023米其林必比登甲入选的餐厅业者来到现场，由市长颁奖表达肯定。
台南市今年是第2档参与米其林指南的评鉴，除了延续创办的26间必比登推介店家以及17间历史的餐厅，这次还有10间必比登推介店家以及3间成历史的餐厅创办，总共56间美食店家得到各界肯定。市长黄伟哲也以颁发奖状，感谢因将台南的美食推向国际。那首先先邀请东江台菜、海味料理，那继续是我们八宝冰原仔会我们吕老板。今天有36家必比登，20家入选，总共56家，有来了20多家，那可见事实上大家对于怎么样更精益求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想法。那尤其今天没有到场的，不是他们不关心，也不是他们不在意，他们当然在意，要不然这个入选的怎么会那么开心但是我们可能会逐一的对于这些已经入选或是进入必比登，明年还能够持续留在榜单上，而且呢还有许许多多市民朋友高度推荐的，但是今年没有入选或者进入必比登的，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辅导。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那也希望能够所有的入选跟必比登餐厅，我们能够精益求精。那也希望大家更喜欢来台南，更爱台南的美食。台南国际美食论坛12月6号将在台港文化中心盛大登场。论坛会邀集7位美食领域专家学者联合开讲，包含台南出色饮食文化研究者冯宗田、世界调酒冠军吴英宪、2023米其林绿星餐厅主厨李义燕、Solo Pasta 主厨王家平、美食界妈祖婆高敬玉、饮食文化学者徐仲、感想家的主厨海曼定。主题分别以山丘甜味、平原甘味、加沿岸海味作为主题，交流丰富饮食观点，欢迎餐饮业者以及对美食有兴趣的市民大众做伙参与。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好尾寮污水下水道系统开工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主持，国土管理署署长吴新修、甲市议员来到现场。第一标工程预计115年3月份完工。市长黄伟哲表示，污水下水道工程是一项欠看总省建设。因为伊无参像道路建设、公园开关同款，容易被大家看到。但市府做污水下水道，毋是为了民众的掌声，而是为了给市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因为污水下水道对着维护城市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对城市发展再生水循环利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无好的物件，咱袂讲一直要杀啦。要讲一个事实的，伫涂骹的下骹咱也看袂到啊。准若讲无对咱的城市好，咱杀这要创，当然是对咱的城市好。不过百姓表面上感觉袂出来。你若讲路铺平平好，路平，大家拢要爱。但是你这个下水道也无做，不但是公共卫生顶头有问题，敢若伫街仔路行起来，一个味道做歹。而且你伫厝的，搁爱定期化粪池大了，搁有人搁来迄个公司来抽，迄其实金钱上的耗费，搁生活上的不便、健康上的影响，这拢有。咱这做了好，咱的再生水有够济，咱的科技业伫台南就搁较容易徛起，提供互咱搁较济就业机会。我想这一连串的这个工作呢，拢爱对咱下水道的接管开始。动土，开工顺利。市府向国土管理署争取好尾寮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经费大约是20亿，该计划总共有10标，建设期程14档左右，预计布设管路长度大约是25公里，完成了后会当提升接管户数11000户。现阶段好尾寮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程第一标，接管户数会当达到1364户，发包金额大约是1亿9000万。工程预估会伫115年3月完工。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的收看，12月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